迎收睇《靜晶日記》。呢鋪真係大鏈鑊啊！我哋俾人扒開嘅 passport。如果你喺外國俾人偷或者唔見咗馬來西亞 passport， 要點做？第一，一定要先去當地嘅警察局報警；第二，再攞張報案紙去當地嘅馬來西亞領事館辦理臨時緊急護照。如果個國家冇馬來西亞領事館點算？可以嘗試揾馬來西亞鄰國嘅領事館幫忙，例如新加坡或者泰國。第三，除咗報案紙，領事館會要求你提供護照、IC 嘅 photostat、幾張 passport 照片、飛返馬來西亞嘅機票證明。喺芬蘭嘅臨時緊急護照呢，係需要付費15蚊 Euro 嘅。第四，然後就要開始好似中學咁寫 karangan， 份嘢係馬來文嚟嘅，所以當時我係用馬來文嚟寫，主要都係寫唔見嘅過程，不過要重複寫好多份就係啦。第五，大概半日時間，駐芬蘭嘅馬來西亞領事館就搞掂我哋嘅臨時緊急護照啦。不過都需要留意翻一啲嘢嘅。第一，唔好以為臨時緊急護照大晒，佢只能讓你直接翻去馬來西亞，不能用嚟去其他國家。如果你需要轉機先可以翻到馬來西亞，就要留意你轉機嘅國家機場需唔需要 passport 過關。例如今次我哋就好彩喺多哈機場轉機係唔需要 scan 正式嘅 passport 嘅。第二，記得收好當地嘅警察報案紙，如果係外文，記得要求領事館幫你翻譯去英文。收好臨時護照，收好領事館俾你嘅所有文件。翻到馬來西亞去補辦 passport 前，先要去你附近嘅警察局報案，攞埋馬來西亞嘅警察局嘅報案紙，再連同剛才所講嘅一齊帶去補辦 passport。而補辦 passport 時需要嘅程序呢度就唔講啦。第三，出國旅行真係要記得買旅遊保險。如果你唔見咗護照，記得留低所有有關唔見護照所導致嘅費用，例如你去辦臨時緊急護照嘅交通費單據啦，喺當地影護照相嘅單據等等，都係可以 claim 噶。第四，出國前可以先複印 passport、IC， 帶幾張護照相喺身，然後分開放，以防萬一，因為呢啲都需要用到嚟辦理臨時緊急護照噶。出國旅行係開心事，如果唔係危及生命嘅，所有嘢都係身外物。呢啲唔愉快嘅事情唔發生都發生咗咯，咁就冷靜解決，繼續 enjoy 旅程啦。最後，希望呢條片嘅資訊你永遠都唔需要用到啦。放低心情，繼續玩啦！繼續玩啦，係咯。靜晶日記。